气要融，谁能让人谁能松了那粗犷骨疼接受？让此世事这样结束，总被绿谷一趟。告诉一张图，给了点爱的凹凸来生，素让而且死，给当年耳度抗越。两个自动也要融，帝王两死，各样也考虑当月色当光源。来看图看气要融，谁能让人谁能散落那粗犷骨疼接受？对着当前没祷告 ，Let me see what you want me， 每次你给去赞美。来当自动也要融，要能愿望，各样也考虑当月色暗光源。来看图看气要融，谁能让人谁能松落那粗犷骨疼接受？大家一定猜不到他是做什么工作的，猜他是专业歌手的举手。我这么一说，你们肯定猜的不是专业歌手了。然后给3个答案：老师 A、B、会计出纳 C、园林工人。猜 A 的举手。老师的这么多，猜 B、猜 C。哦，好像猜 A 的多一些哈。阿吉，你告诉他们你是干什么的？其实我是一个企业的出纳。哇，厉害的！平时唱歌是到歌厅里面去唱歌？对，在酒吧唱歌。不过拉吉在歌厅也有很多的不容易啊，捞仔老师能不能给一些建议呢？他的嗓子很有辨识度，就说属于很有个性的对，那种一张嘴就能大家能听出来他是谁的，这个是个很好的优势。我觉得在加强别的方面，因为可能你不是音乐专业，